是，包括一群替补都可以。对，所以说这个夜晚太美好了。每当我的朋友或者家人跟我谈起这件事的话啊，总有说不完的话，就算说了很多，已经说的无数遍了，但是还要说，还要回忆，就感觉特别美好，太美好了。前两天我们跟那个刘翔的爸爸妈妈又说起来奥运会，他们全家都哭。中国田径也还是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明天还有一天，还有3个项目，我说我们一定想到拿下。那么等我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已经变成了12满5，平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时候他可能才放下来，我们才抱在了一起。你要知道，在一个我们不擅长的领域，能够有这么一个人，在那一瞬间用一拳把这层玻璃打得粉碎，这种感觉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让人震撼。意识当中我怎么可能赢呢？但是事实上我是赢了，对，而且赢的这次差距是很大，快3米了，这是奥运会当中有史以来奥运会差距最大一次，不太会出现，就感觉前面线我要一定要快点冲过去，其实摆臂也没有摆起来，就感觉这样在摆，就很好笑。要承认刘翔在这个项目上有他的天赋，除了他的体能，他的爆发力，他的技术非常过硬，很重要的跟我们的训练方法有关。那么我这里不得不要提一提我非常敬重的就是孙海平教练。孙海平教练确实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动脑子、非常刻苦的一个教练。那有一天他不在，本子扔在床上，我很好奇，但是实际上也有点不太合适，我就随便翻了一下，这里面除了训练那些东西以外，还有很多思考。比如说包括杜库雷怎么听他的看法，阿兰约翰逊他的优点，他的什么情况，包括刘翔今天训练他的哪一个表现，他认为是一个什么情况，等等等等，我觉得很细。就我虽然是个教练，但是可能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我可能是个艺术家，我是个雕刻家，对吧？刘翔是一块宝，是块玉，那么我拿了这个玉，我来设计，我来雕成一个什么宝贝或者是一个工艺品。我有了这么设想以后，我开始动刀，我来刻。这个已经达到最高境界的造型，大家看，有点像泰坦尼克号的镜头。哦，泰坦尼克号这样早就。泰坦尼克号还没这么潇洒。对。我在这个抓这个训练过程中，始终把这个柔韧练习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像刘翔这个总规活动，一般都是要1个多小时，有慢跑有快跑，而且更注重于这个肌肉的弹性训练。因为我们这个短跨项目在短短的这个瞬间，它肌肉要完成一个牵拉和一个收缩啊。如果说你不解决这个弹性问题，肌肉弹性的话，那么有可能在牵拉时候拉伤，也有可能在收缩时候会拉伤。包括一些优秀的这个苗子也好，一些高水平的这个一些兼职运动员也好，那么很多的这个离开我们田径场的原因，就是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伤病，所以这个弹性特别重要。刘翔应该讲，他的肌肉到现在没有发生过这个拉伤的，实际上这个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重的这个肌肉的柔韧性练习。什么？我只知道跨栏3步是9.14米当中栏距，其他栏高啊，什么起跑到第一个栏多少，最后一个栏到终点线多少，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平时都不太管这些东西。
对，我也懒得去管，我只知道跨就可以。我就这样，我没有把它研究的太细，但是教练和我布置的任务，给我教的动作啊，我都能很快的去把它领悟到，去该怎么做，去该用什么地方发力，以最好的那种效果，对，去把这个动作完成。那这个我可以。我觉得孙海滨的独到之处是对高栏这个项目练什么东西他很清楚。第二个，练的这些东西通过什么方法去练，他心中非常有数。第三个，他对刘翔这样一个个体，究竟一周里面应该练多少，每天练多少，他脑子里面也是非常有数。所以他能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让刘翔的训练尽可能的达到效率最大化。我觉得这是他的制胜之道。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一种高效益的全面训练，把一些力量的这个练习、速度的练习、技术的练习，把它混杂在一起。这个练习你外形看，这个好像是个技术练习，它是一个跨栏的一部分，首先是能够确定的。那么你再仔细观察的话，这好像他运动员好像很费力，又是一个力量练习。他做的时候，他收缩，你给他拉绷紧了，他比正常的时候他花的这个力量要大，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我又要求他速度要加快，频率要加快，这里面带有速度，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同样一个练习，我既是一个专项的一个辅助训练，又是一个快速力量的练习，那么其中还带有速度的因素。就是我把那些因素都集中在一个手段里面，我就节省了时间，而且我的这个效益非常好，非常高。他跟我说哪块肌肉发力，我就可以把我的这块肌肉去动员起来，就是其他肌肉不发力，就把这块肌肉发力。对啊，练的是哪里就是哪里，动作一定要标准，不然的话你就白费力气了。对，花的力气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啊，我觉得我训练还是虽然有时候偷懒归偷懒，但是只要我做的练习每一组都是质量比较高的。其实刘翔这次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他就是在一个高水平高质量上训练。他的训练时间并不是中国田径队最多的，甚至可能是比较少的，时间相对不是最长的，他练习的课次也不是最多的，但他训练的质量，他训练的难度，他要求的严格程度，以及孙海滨教练对这个项目规律的把握很到位。我觉得他赢是赢在这儿，不是因为他很苦，花的时间很多，训练量非常大，他并不在这个地方取胜，他练得很准，练得很对头，而我们很多项目是要向他学习。我看过在孙海滨这个在训练房里直接训练这个刘翔的举重杠铃的动作，还有一些都是孙海滨扒的。我们很多教练讲完了以后，今天训练什么，你们先跑几圈，然后他就站在边上看，他不去动手的，是不是？这个孙海滨是亲自跟他压腿啊，